英雄。专家有地位就是讲哦，咱厝内底有5个人。是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比奖金上侪35000，真哥你知得去哦！加油加油！你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，我这边先来哦，阮是西中的朋友啦。西中吗？而且哦，我甲你讲哦，队长开始哦，拢是我以前的老公司的同事啦，是阮的小师妹啦，是阮的队长小优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优。我这朋友哦，因为阮这边拢是熟识几十年的啦，有几十年嘛，有所以在新的朋友。西中嘛。嘿啊，西中啊，因为是当时迄节目出来的，是。对，而且你看，阮今日有制服。有安尼呢？跟之前有共款的，无因为吼，这是阮的迄拄结婚的啦，新郎啦，你结婚了？嘿啦，顶礼拜结婚咯，拄结婚娘啦。哎呦，你知影因这哦，小朋友哦，伫以前我看甲单，即摆拢变人结婚啊啦。好，来第一位。我叫阿怪，我是台南人。台南人啊，我自细汉就是听阮爸爸妈妈讲台语，啊，我有一个能力就是讲，我伫台北拄着台南的朋友，我就会直接甲伊切换变做台语的模式。哦，主动切换就对啦。是，你知影伊做外口做音乐哦？安怎？伊是做音乐的咧。哦，音乐人。欢迎你来，搁啥来去咧？大家好，我叫山姆，朋友拢叫我东区加着手，我伫头西，我是讲东区加着手啊，加着手，加着手，伫东区的开店，我嘛是台南人，台南人拢全部家拢是台南的，然后甲拢足好，我是因的好朋友安尼。好，欢迎你咧，搁啥来去？嗨，大家好，我叫我Fish，我是一个 model 啦，我自细汉是宜兰大汉的，对，因为阿嬷拢会讲台语，所以拢甲阿嬷学台语啊。好，欢迎你咧。应该拢出礼物呢哦。系啊，对，哎，唔好安尼讲。大家拢是安尼对啊。系啊，欢迎你咧。好，来搁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凯撒琳，我嘛是甲小优共一个节目出来的，是嘿。虽然我是蚵仔汉籍，但是我自细汉甲我阿公阿嬷讲台语，足久，我嘛是足介意讲安尼。啊，今嘛我有一个查某囝，7岁，比我高讲台语。哦，今日我会加油，有信心。是，欢迎你来呢。好，来我这边咯。好，因这边是西中的好朋友，是，但是有当时啊，朋友无代表实力。哦，但是阮这边吼是今夜行好运啊！欢迎咱队长，迄个永烈兄。我是安永烈。恁遐你看着恁这边就敢若社会人士哦，阮这边是大学生，甲讲哦，恁都爱讲台语哦，学台语袂歹哦。麻烦恁了社会人士都爱讲一下。无啦，电脑变人看起来较少年吧？敢有。你这边是较老庄尔啦。无呢，这边看起来真正较像大学生啊，这边较老啊哦。无要紧，阮今仔哦算是有备而来啦。哦，绝对要摕到奖金。你知为什么无？为什么？因为月底啊。手头较暗淡无，摕一个奖金回去啦。甲时间有关系，月底啊。我的队友吼，大家吼，台语我跟你讲，变叫不哩啊厉害。是，全部内底我上烂。哦，真正吼，好介绍看卖你就知影。大家好，我是翁玉君，我是为超级翁人榜歌手比赛出来。我平常是爱唱台语歌，所以今仔希望会使来。拼奖金，搁啥来去咧？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塔塔，我是咧讲电话客服人员。啊，是因为讲我做工课时阵拢足侪时代，所以我的台语是做工课学的。欢迎你，塔塔。好，来搁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是严玲，我即摆我是大学生，要毋过我是宜兰人。自细汉我都对阿公阿嬷常常看八中档，甲讲台语，所以我嘛会晓一个台语。今日咧拼奖金，欢迎你哦！好，来搁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叫宋伟成，我即摆是个更新的 model，我嘛是台南人。哦，来喏。哎呦，我刚是徛这边，应该徛一边。哎来，欢迎你呢。好，今晚进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哦。是，抱歉欢迎咱的国文老师罗公成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。
台语真心实，接讲恁会有好成绩。有听到哦，接讲恁就有好成绩啦。啊，今日35000要去倒一边的好成绩，阮都唔知影哦。今咱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逐字拢会当甲中央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4字斗一字，大家做伙想。啊，而且哦，迄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有3题3题哦。分数啊高，会使得到奖金5000块。 5000块，加油哦！希望双边拢甲5000块摕起来啦。好，好来，我要出题哦。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色、什么管、什么头、什么影呢？哦，色、管、头、影，中到底是什么字呢？来，咱请抢答。好，开始写，开始写，记得写哦。嘿，什么色、什么管、什么头、什么影哦？写好就记得试哦。我来提4个。来哦，我来提。呼呼呼呼呼，是不是？嘿，叫呼呼叫，呼呼叫，嘿，哎呦，哦，来记得试。来，咱金呀，嘿，来。行好运，来，应该是红，对，啊，头一个红色，红色，红桃，红头，过来，啊冠风，红冠呐，红冠，哎，头一个，红冠，红冠，红影，红影，红影，哦，啊，做一个句咧。今仔才拄啊开始比赛，看起来阮的风头足大的哦。哦，风头大哦，嘿，来，过来。今仔日风势真大，敢要落雨啊！哦，风势真大，要落雨啊！来，海边的风影真大。哦，袂歹。哦，海边的风影就爱犀利嘿，来，冠嘞。红冠，我昨仔去骑脚踏车破风去，都要摕风棍来拍风哦。哦，袂歹。好，来风哦，来，老师啊，对唔对？健康。好，来分数先。恭喜你了1分好，哦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，来，老师。因这个字是正确的啦吼，啊做句的是拄则其他拢差不多无问题，但迄个风头吼，因咧用我可能较无正确啦。啊，咱风头是讲风来的方向啦，所以食薰的人莫徛伫风头。哦，因为后伊拍空尾的人拢会频率咧分泌。是。哦，啊其他像讲风势是咧讲风的强弱，还是讲风的方向啦？哦，讲爱看风势啊，怎看讲咱车迄个准备安怎驶？是。哦，过来这个风影就是风若头的时候，海面的影就足大，影就是海浪啦吼，啊风影足大就讲风浪很大呢吼。是。啊风管就是拄则讲的啦吼，咱若脚踏车咱若无风吼，咱就用风管来灌风。啊当然即马风管有诶嘛毋免用手的啦吼。你若去店的吼，迄个电动要倒咧，底下就一下就好啦。啊所以，是。即马拢有新的。咱取消哦，好一题哦。来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甘、什么栽、什么地、什么麦？哦，甘栽地麦麦。对啦，麦。麦，嘿，甘栽麦，嘿，中到底什么字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嘛是这边较紧哦。来。唔甘，唔甘，唔对，唔知，唔知，唔捌，哦哟，唔捌。哦，来做一个句诶。唔甘。李秀智啊，你唔甘。怎么讲？唔甘唔知，看你足艰苦，我足唔甘。我就讲足艰苦，你唔甘啦。是，好来，搁猜。今仔日来遮足侪台语，我拢唔知要安怎讲。哦，唔知，嘿，搁来。希望今仔吼作答卖唔对。哦，唔对。好来，搁一个。唔捌。足侪台语词，阮都唔捌。哦，好，来，老师安尼，对唔对？因讲的是对的，不过因写的字是唔对的。哦，机会来哦！起来，来，嘛是唔嘛，啊毋过是这唔，就是刚刚像迄安尼，敢若啦，嘿，都唔敢啊，唔知啊，唔对，唔对啊，唔捌啦，嘿，是来做一个句。我唔知影要安怎回答这个问题。啊，毋过
不管安怎，我的朋友拢会听你，对，会甲你讲，该到啥到啥。你唔捌啊？系啊，你唔捌啦，是过来，全部嘞，还是我呢唔对。啊，对。我唔知要安怎做。哦，是，好阿，春唔甘，唔敢，那是咱输啊，我会种唔甘。对哎呦，啦，袂当，好，老师这个安尼对唔对？起码这个是正确啦。袂歹，好笑吼，来分数，终于嘛得了1分啦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咱唔甘吼是看就讲囡仔若滑倒吼，啊受伤啊，老爸老母看到足唔甘的啦吼，会感觉讲替伊听呢。啊，若讲唔知就是无了解啦吼，这个代志我唔知。啊，唔捌吼，伊有2种用法啦，一种就是讲啊，唔知影这什么讲这个物件我唔捌，啊，另外一种无迄个经验，讲迄个所在我唔捌去，哦，拢会使讲唔捌，讲迄个人我唔捌，介无熟悉，啊，嘛会使讲迄个所在我唔捌去啊，无经验啦吼，啊，唔对就是做了错误去啦吼，做唔对去，还是讲讲话嘛讲唔对，哦，像讲我伫遮有时我嘛讲唔对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因为啊，这较困难就是啊，咱拄啊写这是台语的正理啦，哦，就亲像阮这嘛是，嘿，这叫啥？榴榴莲，嘿，哦，袂歹哦，榴莲哈，嘿，足溜俩，咱的骹手足溜俩的，嘿，是好，不要紧，即马是1-1啦，加油加油！加油哦！上尾啊一个要5000块哦，好，好来，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在？什么时？什么意？什么心呢？是在时以先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丢时，丢时就丢时的，这个水果就丢时的。是丢心，丢心，丢心，丢灾丢吗？灾，我丢灾啦！哦，你丢灾啊？哦，丢灾啦。是安尼。来，随随，嘿，随时、随心、随意、随在。哦，啊，做久咧，做久咧。阮随在就当赢这条啊。哦，这个哦，考在安尼啦，吼。大家来摇看卖，倒一个字，这是答案。广告回来报你知哦。在时以先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来哦，来哦。好，紧的哦，紧的试哦。哦，来，好来，咱这边市中的朋友。这是丢，丢时的，这个水果就丢时的。是。丢心，丢心，丢心，丢心。嗯，我刚才知影计心呐。丢灾吗？丢灾。无紧啦，唔对。我丢灾啦。哦，你丢灾啊？哦，丢灾啦。是安尼。好啦，只有问老师啊，伊家己讲。来，老师，这个丢敢丢唔丢？啊，这个吼，敢若有一个讲丢时，这个讲会通，村拢讲袂通，所以这是对。哦，好，不要紧。一边2摆机会来，这边换你，紧嘞。来，随，随时、随心、随意、随在。哦，啊，做久咧，做久咧。哦，伫遮落药我感觉做随意咧。哦，过来。阮随时随阵拢爱会记你食饭。哦，啊，会记你食饭啦，哈，随时。过来。嘿，随心。随心拢爱炸鸡伫身躯顶。哦，爱随心爱炸鸡。就是随心，嘿，过来再。随在。阮随在就当赢这条啊！哦，这个哦，考在安尼啦，好，不要紧哦，我问老师一个哦，老师这个随对唔对？安尼就正确啦。哦，好来分数，终于得了第2分咯。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哦，来老师。这随在是要互对方家己做决定啦吼。是。讲你要食啥，随在你，还是讲你要爱偌济钱，随在你讲，我拢互你。哦，随时就是不管什么时阵啦吼。像讲咱随时拢爱注意咱家己的安全。啊，随身有的物件咱随身炸咧吼，就讲有一寡身份的证明。进前的。哎，啊，进前咱拢爱有迄个喙烟啦吼，随身拢爱炸喙烟。啊，即摆是不要紧啦吼。本来随意就是一般来讲就是讲互
对方家己决定伊要安怎啦吼，像讲啉酒的时吼，我干杯你随随啦吼，你家己决定要啉偌济。好，谢谢老师啊，足清楚的，足清楚的，袂歹即马呢啊，拄拄啊开始尔，互大家吼先知影淡薄啊啦。是，吼，咱即马来看一下分数吼，来，咱看咱这边四中的朋友，有得了1分，嘿啊，来咱这边金额行好运的，哦，得了2分哦。哦，所以5000块先放在倒位？伫金额行好运，恭喜！好，不要紧，唔通演去哦。后一个回合的奖金搁较悬哦。好，咱进来咱的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手搭定高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高机。哎，台语望看麦。哦，台语望看卖，就是要望内面的物件就是啊啦。是，恁会惊啥？我较惊迄种蛇，还是讲迄种叫会蛇的啊？拉，迄拉牙，会尴尬迄种的，对。啊，你会惊什么物件黏伫你的身躯无？黏喺身躯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拄有看过吼，即马这吼，即马真流行。伊会黏伫人的身躯，唔管是人啊是动物啦，嘿啊，而且伊佫有迄个声，啊伊会变形哦，嘿，即马是看起来安尼是即个形，但是你开始落了，伊就变随你变。哈，会黏喺身躯哦，会黏喺身躯，是可以变形。啊，而且伊佫有味哦，佫有味，味真重哦，味真重。伊什么味拢有咧，足奇怪。真的，听起来敢若阮某咧吼。连我身边啊。哦哟，是，我要问。迄想起想买变形，你知无？啊，味真重是什么意思？有先见到无洗头啊。哦，迄就是味真重哦。唔是防水哦。用咧你是惊，就是惊抓啦、拉牙、好免惊，吼，惊惊到袂着顶啊。好，咱准备好啊吼，来，台语望看卖，请望。知影紧试，知影紧试。哎，较紧。什么？爱讲啊，爱讲啊。胖胖，嘿。啊，望起来什么感觉？感觉有定定。啊，足侪粒的。足侪粒。哎，就是拢会滴安尼啊，真济。树灵糖。树灵糖。你知影树灵糖？我知啊。你宜兰的时阵食过？我食过。阿嬷讲过。阿嬷讲。确定是树灵糖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树灵糖对唔对？正确。好，来，分数先。恭喜得了1分哦。好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咱台语讲树灵吼，是，就是本来是讲树爱接啦吼，啊你有一种物件是用树爱接去做，就是迄个橡胶啦。啊，所以迄种物件吼，伊软啊，算讲会变形迄种吼，咱台语嘛是叫做树灵。是。啊，这种糖啊，就是伊食开吼，咱放伫喙内面，本来伊无管伊什么形的，加伫喙内面伊就会变形啦。对啊。啊，咱伊加伊就变，啊，伊佫有特别的味。啊，咱台语伊嘛是拢有甜甜啦，吼，咱台语就家叫做像树灵迄种糖啊，所以咱叫做树灵糖。哎，可惜，不要紧，后续更加好哦。好，咱恭喜哦。好，今日开始哦。好，来，今日换来。好，第2位啊哦。是。好，拄只迄是应该是算简单的啦。简单。啊，毋过真罕你讲的时阵，你都无啥会讲袂出来嘿。是。啊，毋过吼，内面的这个即马第2个这个物件吼，哎呦，伊通啊遮尔啊长呢。爱长爱短，你若甲刺激着，伊就会变短；啊，若甲刺激着，伊就会变长。哎呦，这物件不哩厉害，嘛聊聊恐怖呢。是，恐怖。嘿，你了解着嘛会听呢？会加人哦。是，是更加哦。而且这物件拄啊出来时阵，查某囡仔较爱用。嘿啊，嘿啊，每一个人拢有呢。查某囡仔爱用，查某囡仔爱用哦。啊，刚才斗电池。免电池就厉害啊！免电池就厉害。爱袂尴尬，无败害，免惊，无毒，吼。好，心内有底啊哦。对啊。加油！嘿，你要搁提什么回？我本来要加讲一句，有当时伊会徛起来。徛起来。有当时伊会徛起来。你莫讲问讲有电池无？我
我就知啊，你要问有电池无？哈，阮这优质的节目袂当有电池。现在不一定 USB 啦。好，来试看卖啦。来，好，非常拢有机会嘛。好，好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请望，较温柔的，甲阮讲者什么感觉？哦。规矩讲透头，对啦，你就对啊啦。好，再来继续。好来，阿怪。迄个手要伸出来啊，什么感觉？家己翕相，家己迄支，哦，迄支叫啥？迄支叫做啊，做够难的。主拍。主拍条，自拍条，袂歹哦，袂歹哦。你若甲拆开来念，我感觉，嘿。主翕。主翕的迄个好棒棒。好棒棒。主翕棒。主翕棒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，老师主翕棒对唔对？主翕棒。进入修院，好，来分数先。终于第二分咯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因为这个物件新的人过去咱无啦吼。是。啊，伊拄来讲自拍，咱台语拍无迄个翕相的意思。是。啊，伊拄则有讲家己翕相，所以就是爱对这角度去思考啦吼。所以要翕家己的物件。是。啊，迄个棒吼，咱台语就叫做棒啦。棒。哦，所以讲自翕棒，就照迄个意思去讲吼。啊，你莫讲拍，因为呐，你讲拍。咱讲拍电影是会使，不过翕相咱无讲拍。啊，你若拍，你讲自拍，敢若拍家己共款。对。所以讲自翕棒，安尼就照字来讲无问题啊。你实在是真巧，真厉害。嘿，你台南无白大啦。对啦。会使。无唔对。好，分数人啊哦。是。好，不要紧，搁有哦，机会搁有哦，记得开始哦哈。好，来，换咱。好，我拄则看到内面物件，较想呀，你看一下，你想一下。哎呦，安尼要安怎啦？其实即嘛是真乖啦，不过伊若是真正有影会安尼哦，我来讲，足恐怖的，足恐怖的。真正。先啊，你惊啥？我惊阿母。惊无摕到奖金？啊？惊因阿母啦。安尼哦，这样，安尼就是友好。阿母今日敢有来？是。阿母无来。啊，你无紧，免惊。别。我今日甲请来。吼，免惊，是这吼。有啦，有比恁阿母更恐怖。真正啊？哎呦，你那个懵有可能哦。这应该是算冷。是冷，无什么感情。嘿。不是，那是抓我真正会昏倒。而且我嘛唔知啊，你甲懵会了，咱有手有迄落啊，手红你知？我唔知伊走水出。哦，足恐怖。我卖算。免惊。试看卖啦。伊是袂甲你害啦。放心。好，来放心，每一个人拢有2届机会哦。好，尽量要。加油。好，好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卖，请开始。嘿，爱讲出来，你望到啥？是啥物事？紧试哦。啊，你试啊？我来，阿成。试啊哦。啊？无你试。阿成，你试啊？手啊扛过。加紧。你手望到无？望起来软。是。软，敢若个啾。啾。哦哟，望到重点哦。好。厉害。尾啊。有尾。哎，你望到差不多。差不多啊，是啥？嘿啊，是啥物动物件？动物。哦，哎，万一你问咱啊咧，动物。来。长啊尾啊溜啊动物。是啥物？你又是啥话？那个就是蛇。哦。确定。好，确定蛇。来，老师蛇对唔对？正确。来分数。恭喜哦，得了1分啊！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哦，伊这当然不是真的蛇啦，对啦，囡仔面的蛇啦。啊，做了有成啦吼，目睭做老蕊的。有尾溜。啊，这蛇吼，咱一般的人拢较无爱直接讲蛇，因为惊啦吼。咱台湾人讲蛇是有时会讲溜，吼，就是用溜来代替这个蛇啦。是。所以拄则若有人会晓讲溜吼，我那会使算是正确，因为蛇的另外一个就是无爱直接讲的方法，就是叫做溜。哦，有人讲你想啥物吼，因为12生想有这嘛，啊，有人讲我姓溜，
吼，就是无讲迄个像蛇意思。字，是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你也看，这本有错，你若错一只，这内面嘛藏袂落。对啊。所以讲，阮就用安尼来代表。有影，真够加对错，买了这尾嘛有错。我要问者，凯撒琳，你即马行者去倒位去啊？我你过会认识我？你就好啊，足紧张。毋是因为真正是蛇，我上惊的动物就是蛇。是，啊，你拄啊摸有摸着迄个？我有感觉是一个娃娃。对。对嘿，那知影就紧的饲落去就对啊哦。好，好来，不要紧，咱搁有哦。来，换人。第4位啊哦，这个吼真简单啦，是我要问者，像阮宜兰小姐，是你上惊啥？上惊会飞的动物，会飞哦，会飞动物啊，加抓。对啊。你惊迄个蝴蝶无？嘿，我嘛是咧，其实吼唔免惊，这吼唔免惊，对，免惊啦。足清气想的呢。今仔日这物件算上好的，上简单的，足清气想的，上无威胁性的。是，啊，毋过这嘛是一种百害哦。这对咱环境是一种百害。有影。无唔对，好，会记啊，伊嘛有大只的，嘛有细只的，拢有。对，吼，各型各款拢有。哦，好，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文化麦，请问，哎呦，紧紧讲讲。我来，知影起了。哦。控泉水的干呐。控泉水的干呐。控泉水。包头。哎，伊安尼袂歹，你知？伊安尼袂歹，互伊加头章的迄个小姐啊，吼，哦，足快足现代，即摆就快啲啊。塑胶干呐。塑胶干呐，哦，你住台南哦？我住台南。台南。来，咱来看你确定？塑胶干呐。来看你台南有白大无？吼，塑胶干呐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塑胶干呐对唔对？健康。无白大，来分数。奖励第6，搁1分咯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你讲塑胶干呐、塑胶管啊，拢会使讲。是。哦，塑胶做的啊，当然伊拄则我想伊是要讲保特瓶啦。嘿啦。啊，伊保特瓶实际上对外语的音翻过来，啊，咱台语是无去翻迄个音，咱就直接讲塑胶干呐。安尼。哎，袂歹哦，这边好看袂出来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即嘛哦，3甲1，是咱这边若扭起来就好啊。加油加油！是，无唔对。我拄则看内面的物件，小优你惊啥？我惊加抓。加抓。上惊加抓。安尼这你免惊。好。袂叮当吼。伊嘛会甲咱。袂，这个哦，真正是有影来保温的啦。是。因为啊，这对咱来讲有帮助。有帮助。是。来，你上惊啥？阿君。我上惊骨骨的物件。骨骨的物件。软软啊。伊是软软啊，而且哦，伊有当时会烧，会足烧的呢。伊可能伊有温度啦。对。好来，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麦，听无？摕伫手内底，安尼摸，安尼，甲你洗，会烧啊。哦嘿，安尼洗，爱会烧啊是啥物件？暖包啊。暖包，老师暖包对不对？寒天的时阵上适合放伫身躯保暖，伊的台语是要安怎讲咧？目睭看头前，台语望看麦，听无？来讲一个。七月。哇，这边安怎讲啊？知影嘛？查某阮惊寒的时阵，就会摕伫手内底，安尼摸，安尼，甲你洗，会烧啊。哦嘿，安尼洗，爱会烧啊是啥物件？什么叫做安尼洗？所以名真正是，故意讲暖包，所以台语是软包。对啊。哦，可以哦。软，烧包，会烧包。软包，这多谢。收者。烧好啊，应该是烧的。烧，伊会烧啊，就温暖，就温暖，暖包。
啊，你要烧烧，还是要暖暖安尼？看你要。加油加油！暖暖薄啊，暖暖薄啊，薄啊，薄啊，应该是吧？薄啊，好。好，来，老师暖暖薄啊，对唔对？歹势安尼唔对。啊，过来来，啊薄啊，暖薄啊，暖暖薄，暖暖薄。他说是薄，今晚是薄。嘿，来，老师暖暖薄对唔对？安尼嘛唔对。啊，小优秀。愈简单的你都唔知影到底安怎讲，是不要紧。来，老师。哦，咱的皮肤吼去接近一个有甲咱温度不共款的物件吼，不一定是烧的，不一定是冷的，啊，咱这叫做捂。嘿，捂哦，咱有时讲头壳咧发烧的时候，摕一个冰袋来捂头壳，捂好退烧。哦，捂好退烧。哦，啊，另外哦，咱若无拄好去摸到迄烧面，讲哎呦，捂到迄个烧的水管吼，要么叫烫着。所以咱这个动作叫做捂。哦，互伊接近咱的皮肤啊，互伊温度传来咱的身体。咱这个讲法叫做捂，啊，咱这捂了会变烧的，所以叫做捂烧包。烧包，嘿，我这动作，甲颠倒摆就对啊啦，咱无咱那么讲烧烧捂，无就捂，哎，即嘛变做捂烧包，先捂着安尼。捂落就会变烧的，是种物件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台语古水就古水伫个遮，啊，你家己去想嘛。对，是，好，不要紧。这真正有较有对恁来讲较有淡薄仔困难，不要紧，咱队长先请回，嘿，咱来看一下分数。来，先看这边四中的朋友，你今麦得了3分哦，恭喜！嘿，啊来，咱加好呢咧，嘛有1分哦，袂歹。所以讲这1万块的奖金先放喺度，哎，送互咱的四中的朋友，恭喜得了1万块。好，这边唔通延期，咱还有第3回合无？好，今日来第3回合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队家庭10个人斗阵就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斗阵拼输赢是。这个回合就敢若3个答案 A、B、C。A、B、C， 嘿，啊，拢通讨论咯。嘿，好，好，来开始啊。上个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倒一个果子的名称其实是地名咧 ？A. 金红山的金红 ，B. 燕枣芭乐的燕枣 ，C. 古风葡萄的古风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时间。今日讨论哦，好，金红、燕枣、古风啊，古风哦，嘿，应该简单吧？是呀，都有咧出外来讲，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，好来，咱请是答案。哦，你感觉是燕枣？对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伊就住伫遐，住燕枣，嘿，都是伊。啊，你唔讲你较做兵的时阵，做兵啊，做兵伫燕枣，还惊死球，电话就听一半，你个会丢就厉害啊！是，啊，你无感觉金红？金红嘛是有道理啊，无听过，无听过吼，无听过。啊，不过阮有分散下。来一个报道就对啊，主峰。我想我可能以前爬山，我看过主峰安尼，所以我讲主峰是一个山，也是一个地点安尼啦，所以我就分线安尼。电梯哦，电梯，因为迄个金红山啊，我会记吼，金红山是一个品种，对，啊，发明迄个山的人真正叫做金红，金红，所以是人名。对，我印象是安尼，所以当然唔是 B 就是 C 啦，啊，我队员是讲。B 燕枣是跟真正有这个所在，所以应该是 B。啊，然后据 C 的话，据古风古道，无啥熟。啊，不过感觉古风感觉嘛有一个有道理吼，是不是？感觉嘛是地名，所以我想讲就是分开你出外景的时阵有捌问过无？唔捌咧，唔捌，我就敢若知迄个山啊尔。这就对啊吼，对啊，会用骗你哦。咱来看者，即摆唔是 B 就是 C 哦。好，正确的答案是 B 哦。
因拄则讲这金凤是人的名，这无唔对啦吼。较早有一个种酸的人吼，伊叫做黄金凤，伊改良品种以后，也改良出这种新的酸的品种，人就用伊的名来号这个酸名，叫做金凤酸吼。另外这个巨峰葡萄，这个是品种的名啦。葡萄有足侪无共款的品种，其中的一种就是咱即马讲的这个巨峰葡萄，所以伊是品种的名，毋是地名啦吼。若燕巢就是咱拄则讲的高雄的一个所在啦吼。伊迄个所在种足侪芭乐的，大部分的芭乐拢对遐出来，所以咱常常听人讲燕巢的芭乐。所以燕巢这个名吼，伊是地名。因为山地伫遐，所以用伊这山地名来称呼这个芭乐叫做燕巢芭乐。麻烦替我试一个后一题，咱继续落去哦。好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有一句话咧讲，分袂平，拍甲二九暝。你敢知影二九暝是啥物意思咧 ？A. 18岁的意思 ，B. 暗时9点 ，C. 华语的除夕夜。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到底是18岁，还是暗时9点，还是除夕夜咧？阮大校这边真紧的。简单吧？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时间到，咱请示答案。来，这边有一个 B， 这边是全部拢是，恁真正照你有答案吗？因为我咧台南人吼，拄才题目一出来讲，都是 C 啊啦。阮阿怪讲的吼。我细汉时拢听阮爸爸咧讲，什么李高美，我是讲美啊，李高美，我细汉拢想讲李高美是啥？李高美小姐啊，小姐的名。后来我就知影讲，因是咧讲爱去拜拜李高美安尼。就是除夕夜。过年啊。过年。正好，来这边。对于讲要是 C， 不过我感觉 B 嘛可能。有可能对，分散节。对。恁捌听拄仔讲的，拢捌厝的人捌讲过二九暝。过年时阵拢会讲，二九暝会记倒来食团圆饭。是，即马就嘛是共款，佫2个答案 ，B 甲 C。好，咱来看一个正确的答案是。C， 恭喜这边4条命留落来，恭喜这边有2条命嘛留落来。这个二九暝啊，二九暝拢会使讲啦吼，因为这是腔口差啦吼。咱旧历的12月哦，其实不一定拢29天尔，嘛有30天的。不过咱通常，那像这部俗语拢是讲，分袂平，拍甲29暝。当然有的所在原来讲30暝，意思同款啦。不管你讲29暝、30暝，拢是讲咱新年的前一暗，就是咱要过年的迄个时阵，咱这个咱嘛会使叫做过年暝啦，有人讲围炉暝啦，但是较接听就是讲29暝，这就是华语讲的除夕。咱个继续哦，紧的哦，趁烧。好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咱什么时阵用老长来形容一个人呢 ？A. 生甲真悬 ，B. 衫穿甲无比杂 ，C. 做代志无认真。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哦。第一个生甲真悬，第二个穿衫无比杂，啦。是啦。第三个做代志无认真。是你形容啥货咧哈？来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风险一定爱稳贵哦。好，时间到，来，咱请示答案。来，我问一个咱的 fish， 你知影意思？我是感觉是 C， 是因为做代志无认真。因为有淡薄意思是感觉是邋遢。怪，敢若你敢若选清茶咧？因为我看到“辣”这个字，就哩辣辣迄种感觉，所以我看到 B 就是互我这种感觉。第一个就是先甲风险甲分开啊。2个拢选。恁才有把是 B。这是我建议的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会记我较早少年时阵，有时咧清茶，拢就是。食面安尼啦。还是讲食咧破一壳爱声的，阮爸爸拢会问讲，穿爱绕裤绕脏的。对，我会记我细汉爸爸拢会用这句话呢，甲我骂我的清茶。对。无定就是对咧，因为来，咱即马嘛是共阮2个答案，B 甲 C， 风险拢有甲分开哦。袂歹。好，咱来看一个哦，正确的答案是。
B。不要紧，够一条命留着，来麻烦C先休困一下。个冰盘呢，原本是个冰盘哦。来这边2条命哎呦，刺激刺激！咱讲人的穿衫吼，有时会讲迄个穿甲呢绕裤车啦吼，就是讲裤那像穿无按啊，刚要落落来呢吼，啊咱讲绕裤。啊，咱即摆讲绕粽什么意思？就是讲，特别是咱无粽啦吼，咱无粽是。青米吼包伫粽哈内面，才就去烧好食的。烧较熟的。啊，你米咧包的时吼，米无够还是米伤济？啊，烧落以后吼，若米无够，拢开爆袂按，拢散去。啊，你若米伤济吼，裂开。啊，咱就讲迄个粽哈吼，敢若爆无好势啦。所以咱就讲漏粽，就是讲不是包无好势，就是包伤少，啊包袂好。安尼看起来就是咱讲穿衫穿袂好势安尼啦，吼穿甲呢哩啦啦吼，遮漏肩漏架啦，啊不是讲裤穿甲刚要漏落来，刚要扭起安尼。咱讲啊穿衫穿甲漏粽，就是讲人衫穿了无闭扎，吼无整齐，无好看安尼，咱就讲是漏粽。好，来咱试者后一题，咱继续哦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倒一粒山是活的火山，有可能佫会火山爆发的 ？A 宜兰的太平山 ，B 花莲的基内山 ，C 台北的大屯山。大屯火山嘛，有听过这个名？有听过这个名？就有名。就安尼，就安尼啊。嘿，即马就是安尼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嘿，啊，恁嘛是就是安尼啊吗？本来较早细汉哦，伫上课时学的是讲伊是死去的火山，啊，不过到这几年啊，敢有足侪专家去调查，才讲其实伊是活的，佫有可能会爆炸呢。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台湾倒一粒山是活火山，讲过转来报你知哦。来，恁有10秒时间，来，今日讨论咯。嘿，到底是宜兰还是花莲还是台北哦？好，来哦，来哦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时间到，咱请示答案。哦，来，咱看这边，C。大屯火山嘛，大屯有听过这个名？有听过这个名？就有名。就安尼，就安尼啊，所以是。就安尼啊，就安尼啊啦，嘿，即马就是安尼啊，就是安尼啊，嘿，啊，恁嘛是就是安尼啊吗？就是安尼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嘛看过、听过这个新闻吗？最近的新闻，最近的新闻。因为咱较早细汉哦，伫上课时学的是讲伊是死去的火山，啊，不过到这几年啊，敢有足侪专家去调查，才讲其实伊是活的，佫有可能会爆炸呢。因为还搁咧清烟嘛。对，最几年的新闻足红的。是，好来3个拢是 C 哦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C， 来。好，咱台湾吼是一个火山带啦吼，所以咱其实本来有足侪火山，但即马大部分的火山拢无啥物咧运作啊，伊就是休困啊啦吼，休眠啊啦，当日拢休困。但是最近咱真侪专家去研究发现讲，咱台北即个大屯山吼，其实伊的即个火山还无讲完全休困，伊还佫有活动，所以即马咱一直咧甲监测，因为惊讲伊若真正佫喷发出来吼，会造成足大的灾害。所以一直咧监督，啊，但是咱希望伊继续休困啦吼，莫佫发生代志。啊，那么知影讲伊还佫有可能会安怎，所以咱继续甲监测就好啦。看一下分数好无？来看阮这边的4中的好朋友。够1分。啊，来咱这边的行好运的咧，够2分哦。好，毋过啊，真残忍的就是讲，咱2万块爱放在倒位咧？啊，互咱行好运啊！恭喜得了2万。嘿啊，毋过行好运拄则伊敢毋是佫有5000的迄落啊？是佫塌去就是2万5咯。哦，会使来抢奖金吗？哇，你甲看冰盘啦，是赢呢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看因会当甲2万5摕倒转去无？好，好，今日呢，小纪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甲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剩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炸转去。
小义，我来排。全家抽奖金，奖金偌济？25000块啦，恭喜！所以是25秒嘛，对不？安尼无够。无够，因为要到电池，嘿嘿，所以讲甲加落去，佮加30秒变55秒，加油加油哦！是，啊，袂使对别人饲哦，你会使甲讲你唔通买饲吼。对，吼，来，咱排一排，一个来，嘿，排伫咧，吼，来。第2位、第3位，再第5位哦，哈，好来哦，55秒哦，来，咱请开始，来，请起。来，第零第面安怎？不地心哦，来起来！大红花唔知摆，圆花唔知，唔是，圆花拜唔知，现在中间那个中间，拜，宠母在，唔是你拜，唔知，好，给你，好的，行某带着我啊，怕不，唔是你拍，来，唔捌1块蚵啊，什么？番薯，第四个，啊，这个来，这个啊，台湾鸡，啊，对人对面不对心哦，伊这足紧就试出来，这无问题啦吼。就是讲咱看人哦，咱看伊的面，感觉伊真故意，但是不一定是故意啦。所以咱爱较细致咧。过来，大红花唔知歹，圆花歹唔知，这是讲有的人唔知家己的缺点啦。啊，当然你讲大红花是啥物？大红花就是咱讲扶桑花是讲主景啦，伊是其实讲外歹，伊嘛袂晓外歹。啊，圆花或者千日红啦吼，我看大家应该知影，伫咧7月的时候，咱拜拜吼。迄个七娘妈生也是迄个7月半，咱拜拜是用花哦，大部分拢用圆花甲鸡桂花啦。哦，这种花，伊到底有歹无？我想是无啦。不过咱用即句话，毋是咧讲真正花歹，是讲人毋知影家己的欠点伫倒位安尼。哦，再来，行某大丈夫，拍某猪狗牛，这是咧鼓励查甫人哦，你气力较大，你爱小某毋通拍某，哦，你若拍某就敢若情生共款。过来讲，毋捌一块蚵汉字，蚵汉字是足无共款的物件啦，虽然伊拢伫土内面生。啊，不过看就知啊！你连这蚵仔汉字都分袂开，表示讲你这人足无知识的。啊，过来上尾讲台湾真阴卡目，咱台湾吼自400万以前来的吼，到即马吼，拢是经济比中国较好啦。啊，所以过去中国人拢一直想要来台湾，啊，因来台湾的一个真大的原因就是讲台湾真好趁钱，啊，因拢有一句话讲做台湾真阴卡目，就是讲台湾的钱足济足好趁的。啊，所以若会当来台湾，就会当有较好的生活，所以一直留即句话留到即马，还搁咧讲。谢谢老师。哇，台湾钱卡嘛吼，不过即马无啊啦。不过咱嘛是共款，搁继续搁拼，咱台湾嘛是爱继续搁拼。对。嘿，来，即马要拼就是咱的奖金，即马偌济？即马剩3秒，所以奖金搁有3000块。哎，嘛是真好，嘛是奖鼓励啊。有摕到啊！好，咱即马紧来去颁奖。哎，颁奖！讲破2个，讲破2个奖金。3万5啦，吼，不过这是一种努力，表示讲你通啊，搁拼起嚟啦。代表阮的实力，拄则迄敢会真困难。有规定是较难。因为若徛起了，你就看伊是提示拢去头前，你就无看到。所以讲袂要紧，恁会感觉足紧张，恁会有3000块的奖金尔，对无？来，咱这边，虽然咱无算着，不过甲恁讲者，因为阮有 app 哦，对。台湾专家地位有 app 哦，你甲。登录落来了吼，嘿，你就通去练习，练习了，你若分数高，你就感觉家己有把握，报名来参加。欢迎。来，咱即马互恁试者，好，有奖金吗？嘿，咱一个一个来哦，我来开始。哦，开始啊！我来。兄弟若共心，什么变成金？头，来，什么金梦空？小狗，对，小狗，都是笑，进来，囡仔，什么无嘴，过来吃人一口，抱什么，吃人一口，过人一道，哦，来，啊，你看，哇，这就是无够紧，嘿，有，甲你讲，因比恁较烂，嘿，厉害啊！人讲是30秒，是共款，好，你加在
来你无来摕奖金啊？这嘛是真好，就是教咱知影讲吼啊，台语的正字安怎写，嘿，因为台语的正字甲咱华语的字话无共款，吼，这嘛是教咱讲安怎认啦，吼，嘿，是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是感谢咱的罗公成罗老师，辛苦了。专家有智慧，到林变来意，互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，再会，谢谢，感谢那个吴英哥来，感谢君啊，谢谢，感谢三哈，谢谢，老师再见。